朋友大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嘉义警方甲刑事局去高雄高山要抓一个绑票案的嫌犯，双方发生枪战，一名嫌犯调枪送医不治。落飞阿爷仔的米饼，互检机使用工业用的激素来包装饼，业者公开会实的，消费者会使退货。有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提案呼吁美国甲台湾要恢复正式邦交，结束美国的一中政策，承认台湾加做独立国家。新闻开始，咱来看早起高雄发生枪战哦，嘉义警方甲刑事局要抓一个绑票案的凶手，嫌犯开车伫美术馆的附近，嘛向警察开枪，后来这个嫌犯调枪送医不治。附近的民众甲过程拢翕落来，一名姓李的嫌犯驶一台白色的轿车，警方准备要抓人，嫌犯开车乌白路嘛开枪，后来警方嘛向嫌犯开枪，嫌犯送医不治。这名嫌犯伫2月份有伫嘉义犯一件绑票案，互绑票人已经平安放倒去。这个嫌犯逃到高雄，嘉义警方接到的消息嘛去高雄抓人。再来看台南市北区公园路一间中古车行，今仔透早2点外着火，真侪台奥多摆拢烧掉。消防队虽然伫10多分钟就甲火拍花，也毋过这场火烧掉45台奥多摆。现场有一个查某人是真可疑，嘛互警方带转去调查。半暝2点外，台南公园路顶面靠近台南转运站的一处买卖中古车行的停车处，雄雄是发生火警，现场奥多摆起火燃烧，大火是有爆炸声音，甲民众拢惊醒。就连边仔的小庙嘛拢去用烧去。消防队得到线报了后，赶紧到现场来拍火，火势大约10分钟就拍花。初步清点，奥多摆全歹、半歹，或者受影响的车辆大约45台。在梦中就听到蹦几声，听到嘣一声才起来的然后就从那个庙那边，庙旁边，庙跟那个旁边就整个火烧起来了。已经发现哦，差不多有20几部的机车在燃烧哦。那据现场民众表示哈，那个燃烧位置是靠近那个小庙那个凉亭的部位哈。2号一透早，火调科的人员是中火现场来勘察，了解起火原因。不过，警方初步调查，火警疑似是一名女子伫现场烧私人的物品引起。之后火势变大，虽然有走去转运站借拍火器，但是烧工是引发火警。而事后，这名女子已经启用带转去警察局来调查。见到路边有一个金炉那就将那私人物品投入金炉之内焚烧。那因为火势太大，延烧到停车场里面的机车。烧金吗？烧纸，讲烧纸烧金。但是烧到边仔咧，我哪唔知影。我甲算算的，我咧囝拢40几只。中国车行是表示，损毁车辆敢若有保强责险，初步损失大约上100万。不过，好在在这起的火警是无人伤亡，而涉嫌放火的女子嘛，去用按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记者郑云南报道。来看一间真出名、真侪爸爸妈妈拢会买互幼囡仔食的乐飞包包米饼，有人检举讲，因使用袂使用地食品的工业用激素来包装饼。新北市卫生局去现场搜索，查获6款的商品，拢总500公斤，嘛要求要限期改善。业者嘛表示会接受消费者的退货。伫工厂内面使用的淡季的干仔顶抑阁正明显标示着禁止用这个食品。验过这间生产较名的乐飞包包米饼的电路国际公司，所违法使用这个长期包装。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伫咧2月底接到线报，会动新北市调查处当场查到这款淡季的干仔。那现场发现业者的铝箔袋装的婴儿米饼，那使用氮气充填包装。那这个部分，它所使用的氮气在钢瓶上面呢，印有禁用于食品的字样。那这部分呢，它的制成不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原则。卫生局也当场封存，包括有机乌子米饼、有机红仁仁饼、有机的苹果米饼等6种。总共500公斤的商品。业者目前还无法提具一个气体纯度的一个证明，那所以在产品的安全仍有疑虑的情况下，卫生局已经现场预防性的封存相关的6款产品，总共497公斤。那也请业者呢预防性下架该款的产品。业者电路国际公司发声明，强调自这么开始接受消费者的退换货。
包括有机的乌子米饼、有机的金龟米饼等6项产品。卫生局是重申，业者涉及违反食安法，已经下令业者爱限期改善。若是无改正，相当会当罚2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往来向禁止进口中国蓝柑拍算要向 WTO 提出无一种爱的申诉。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爱个讨论，农委会嘛搁在沟通中哦。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会先要求国营事业开发各种的往来加工食品来倒销往来。农委会主委邱泰山嘛讲，会先比较两岸现在的检疫合作协议机制来处理。中国单方面宣布3月开始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希望个人支持国产水果，国营事业也会加强开发往来加工食品。要拿台湾是不是甲 WTO 提出无一种的申诉？经济部长王美花讲，会透过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开会讨论，农委会也尽力伫咧交涉。相关国营事业也会就我们的罐头，我们的凤梨，做各种其他，像凤梨干啊、凤梨酥、种或者凤梨酒等，都会促进凤梨的销路。有没有需要去 WTO 提告？谈判代表办公室会邀集相关的主管机关去讨论啦。现在农委会还在沟通嘛，哈。对往来被单方面停止输往中国，农委会主委邱泰山讲，两岸对检疫问题有合作协议机制，应该按照既有机制处理。严过纳会批评，大龙发公司已经成立超过5年，无做好外销的分散风险，造成台湾的水果输出依然是依靠中国。我很遗憾，到了今天已经2021年民进党已经执政5年了，到了今天还在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何时知道？是27号的晚上，还是28号的当天？中国方面突然一张信函通知我们相关单位，那我们接到这个信函非常突兀，也跟一般贸易原则不同。伫催理苏贞昌伫咧立法院做专栏报告时阵，也强调，新的一年行政院将会以过好安全、打拼经济、创造机会作为3大施政主轴。伫后疫情时代，把握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机会。有估今年经济成长率应该让突破4厘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讲，对3月份开始禁止台湾往来进口。台湾分酒公司嘛宣布讲，会大量买咱国产的往来，来做往来米露、往来水果酒等等，要让民众用无同款的方式来食台湾往来。将在地往来用入台湾秘鲁了后，拍开关啊，就用闻到往来澎开。还有一罐75%酒精的大洗手，加入往来酵素甲真济少水果的香味，互大洗手不只是只有厚厚的酒精味。自酒精国家队了后，台酒宣布要加入往来国家队。那我们可以优先就是跟关庙的凤梨来做合作，屏东我们就会跟屏东县政府来做合作，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以在地的酒厂跟在地的农民来合作，那帮他们协助去化一些凤梨的一个生产量。台酒表示，水果加工技术已经是真好，即马已经有生产往来秘鲁，同时也制作各种的水果酒。为响应加入往来国家队，将会大量买台湾往来，做成往来秘鲁、往来水果酒、往来酒、往来果汁等，相近下个月就新产品出来。土地政府做农产品国家队稳定往来介绍的同时，云林县政府计划处长李明嘉所在超级市场发现，国营企业大唐所卖往来罐头产地标示，竟然是泰国，不是台湾。开始是傻眼啊，但是后来真正去了解这个产业的逻辑，很多凤梨的酵素啦，或一些凤梨高质化的一些产业的投入，我觉得是台糖身为一个国营事业，现在应该好好去思考。那泰安公司生产凤梨，早期是在台湾生产没有错哈，但是后来又随着台湾整个经济成长之后嘞，然后台湾的水果改良也越来越精进，把台湾的工厂结束完之后呢，到泰国找 OEM。现在如果说要结束的话，恐怕也不是一时真容易。台糖强调会用上大力量支持台湾往来，具体做法会将台湾往来用在台糖的产业加工食品。比如水果干、往来冰品等，各地台糖相关的通路增加台湾往来专区，和更较侪国人用斗阵支持台湾往来。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往来事件表态要争取国民党提名，选2024年总统的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今仔是指出，若使台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咱家己会相隔愈重。伊讲蔡总统应该负责任，甲中国政府好好啊沟通。中国以台海为理由，宣布为3月份开始暂停进口台湾的往来，引起大家批评。也若表态要争取国民党提名，竞选2024年总统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初日针对这点指出，台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受伤会更较重。蔡总统应该负起责任，甲中国政府好好啊沟通。那我们不是有两岸农业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吗？他们这次也透过这个来通知我们了。那这个会透过这个去谈呢？奉劝蔡英文的是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你不要牺牲这些农民的权益嘛。另外，目前海草打公投连署数累计有31万多份，会当讲是确定成案。赵少康表示，环保议题无分蓝绿，公共政策应该要多多辩论，尊重民意。伊嘛去荒野保护协会提高家己的连署数。谢谢您支持我们环境保育的。加油哈！南洋内部持续有拼场的气味。南洋地壳副董事长连胜文初日伫人面册发文，讲国民党未来党主席无应该兼任公职，甲争取总统的提名。去互外界认为讲是针对有立委身份的现任党主席江启臣，甲要争取选党主席的赵少康。赵少康是认为讲，除非这个规则放写入去党章内底，才会当来约束，若无是无应该限制。如果现在没有规定说党主席不能去选举，那党主席就没有道理被束缚住嘛。如果他们觉得说党主席应该不能参加选举，那就修改规矩嘛。有传讲前高雄市长韩国瑜5月份会表态竞选党主席，赵少康表示，伊无了解韩国瑜的动态，不过若是伊家己会当参选，韩国瑜应该就袂出来选。记者综合报道。有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第2日提案呼吁讲，美国甲台湾爱恢复正式邦交，结束美国一中政策，承认台湾真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提案嘛要求美国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嘛启动美台签自由贸易协定。外交部今仔嘛专工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这些国会议员，他们采取了多项的有台的相关的这个作为，并且以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美友好关系的强劲的支持。外交部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相关的这个发展我们会持续不论是跟美国的国会的国会议员这些好朋友们，跟美国行政部门的好朋友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除了台美关系继续深化，欧洲议会甲欧洲13个国会小听台湾的领事嘛，做伙申请一个福摩萨俱乐部的推特口罩，3月7日开始上线。这嘛是台湾甲世界联络的重要平台。欧洲议会的友台小组主席盖勒就表示讲，欧洲议会议员甲欧洲国会议员会来讨论要安怎甲台湾交流合作，甲支持台湾的民主。再来看中共解放军加强伫南海的军事活动，准备要攻击咱国东沙岛的风声不断。国军除了和海军陆战队以移魂的名义来进驻东沙岛海巡署伫3月嘛分别伫东沙岛和太平岛展开第一季火炮对海的实弹射击。今仔国防部长邱国正嘛头一遍到立法院备询，伊强调讲，目前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马上来应付敌人的威胁。中军去年一直派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风域，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摆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立法院备询，强调面对台海情势紧张，重点工作就是要马上应应各项敌情威胁。国军的工作经纬万端嘛，看哪样子对国军目前的正常运作，跟马上敌情的威胁，马上要应对的。这都我当前重点工作。面对强机真侪摆侵入台湾 ADIZ 飞行路线，抑阁真侪摆接近台湾的东沙群岛，加上中共夺取东沙岛的传闻真侪，对此国军去年6月和海军陆战队以移魂的名义进驻东沙岛，海巡署公布7月甲7、9展开第一季火炮对海实弹射击，引发各界关注。学者分析，这摆虽然是例行性训练，不过也显示政府判断南海局势考虑更较侪无确定性。那也可能代表说，目前政府对于一个区域局势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有必要持续增加
我们的防卫的力量。传出国防部最近完成空军新式初教机的建案评估，专案规划编列600多亿，想要以国机国造的方式取代即卖 T-344教练机，目标伫2024年完成建案。目前都还在规划的阶段，那么媒体报道的这些内容与实际的状况还有一些落差。国防部无否认这出专案目前有关伫需求形成过程中，会适时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台湾统战，嘛伫中国培训台湾的少年人，陆委会主委傅泰山是表示，这款行为两岸人民的观感拢无好，也毋过咱台湾的法规无相关的规定，无法通管。有立委是建议讲，会使考虑成立数位发展部来应用。那你们有没有知道什么是大陆很常见，但是台湾却不常见的东西呢？台湾青年伫中国拍影片做网络红人，讲两岸有啥物无共款？中国看准网络文化甲电商产业的发展，举办真侪场的两岸网络主播比赛，培养台湾青年做网络红人，吸引上百个报名。既然这个是一个国家也扶持的行业，新兴的一个媒体，我觉得是很适合在这时候大家去学习。中国对台统战渗透搁再调整，进行认知作战，伫中国培养台湾青年，以台湾人较会当理解的模式为中国来发声，进一步会当认同中国。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认为，安尼对两岸人民的观感拢无好。大陆呢对台湾的这个认知作战呢都持续的不断哈，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会检视，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呢，对两岸人民的观感都不好。那当然，我们的相关单位也会持续的去关注，那适时的去做一些应处。台湾青年伫中国积极运用新媒体替因宣传，台湾现行法规煞无法度人管，有立委个提议，会当成立数位发展部来应用。网络有一点点是三不管的地带，可是网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跟舆论影响更大，所以数位发展部，我觉得也应该要加速成立，能够处理网络上的相关的言论。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是，对于这种所谓的网络金流的掌握跟了解，或者是特定言论，如果是具有煽动性，或者是这种政治对立性的言论的这种控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两岸无交流，嘛互中国思考新形态统战作为。学者王志胜嘛有讲到，太阳花学运嘛互中国发现网络对少年人的有真悬的影响力，但伫网络言论自由嘛应该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政府执行有困难度，因此如何避免互制造内部对立，嘛变成是国安的一大挑战。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防指控犯着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出庭。今仔早起11点半继续审查。国际上有未少的声援，今仔台湾的学生团体，佮有伫台湾的香港学生，嘛到立法院头前声援来表达诉求。因希望台湾政府提供庇护的管道。陆委会是呼吁中共停止伤害香港哦。中国各大派嘛回应讲，爱民进党政府唔通阁继续行伫错误的道路顶头。香港案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47个民主派人士，初早起第一摆出庭，近百位民众也释放政治犯的标记，伫西九龙裁判法院头前声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驻港领事馆人员，甲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官员也到现场用行动表达支持。台湾真侪学生团体甲伫台湾的香港学生，初时也伫立法院头前声援。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象他们要面对的处境，然后他们其实面对这种那么焦虑、那么迷茫的心情的时候，他们依然选择给予香港人一种希望。香港大动作掠人，有学生形容香港已经是政治民主的冬天。这时阵阁需要台湾的支持，因提出3大诉求，包含台湾政府应该继续提供相关无转有的管道，让香港学生避免伫中国压迫之下失去学习的机会。阁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修法，在防疫的前提之下，提供流亡者庇护的管道。立法院尽速通过《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香港人权民主条款的修法。行政院应该在每年评估香港人权以及自治状态，并且提出因应的方案，
以行动来支持香港人权。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学生会干部总时，在场的香港学生批评学校放弃学者专业甲尊严，抹杀学生自治机构，打压一切有能力争做革命力量的人。对陆委会呼吁中共停止伤害香港。中国各大办回应，要求民进党政府停止政治操作香港事务，唔通继续在错误道路上继续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初一宣布，已经有转学的趋势。加州政府要提拨66亿美金，补助学生会使转来校园，适合2年级以下会使伫教室上课。政府打算要来补助防护设备、教室通风，佮有注疫苗的费用。身为洛杉矶联合学区内底的员工，候车司机来历甲机电人员古雷洛，就算听到消息，加州州长纽森已经宣布要伫3月底要予小学低年的学生囡仔转来学校上课，因议员感觉家己是受冷落的一群人。As bus drivers, we don't want to have first contact with the students before anyone else, so that's the main concern. Being able to maintain our driving skills. Putting more efficient filters in the unit. The area that I work in, we have over 120 school sites, and we only have maybe 15, 16 people in our crew.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公立学校3月底进前要予学生重回校园面对面上课，会有66亿美金的补助，这钱会用在个人防护装备、增加教室通风、甲教职员注疫苗。But you can't reopen your economy unless you get your schools reopened for in-person instruction. 目前加州依照疫情用积水来分等级，为上严重的桥仔色、红色、柑仔色到上轻的黄色。纽森所讲的就是桥仔色级别地区爱开放2年以下的课堂上课，红色级别地区是小学全面开放上课，甲高中至少一个年级课堂上课。纽森甲真侪位议员拢承认，婉停学习效果不如正常上课好，学校爱赶紧重新开放。官员表示，要继续补助各学区，都爱伫3月31进前完成这代志。协议当中无要求所有学生甲教职员拢爱先做疫苗，只有伫桥仔色地区的教职员爱先做体检。加州是美国人口上侪一州，有1037间公立学区，超过610万个学生，甲将近32万个老师。去年3月疫情爆发了后，大部分的公立学校改做线顶上课。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在观众朋友来看一件只有10秒影片的艺术品，因为使用区块链数位签名，所以会使证明这件作品是艺术家所做独一无二的作品。短短5个月，介绍得起上百倍，爱心代表2亿。那么做回来看卖。一个亲像是川普的真大雕像倒伫草坡顶悬，身躯看满标语，路人当作是无看到就行过去。这支10秒钟的影片是数位艺术家比普的作品《12渡口》，去年10月被迈阿密艺术收藏家帕布罗以将近67000美金，相当186万新台币介绍买落来，顶礼拜以660万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8350万，当手卖出去。为什么这作品会这么受欢迎呢？原因是伊使用区块链鉴定认证，以区块链作为数位签名，确认作品的主人甲真实性。进一步认证是独一无二的物件。这种新型数位资产也被叫做不可替代代币 NFT， 换作转来用替代资产，亲像是美金股票或者是金条。You can go into the Louvre and take a picture of the Mona Lisa, and you can have it there, but it doesn't have any value because it doesn't have the provenance or the history of the work. 除了艺术作品 ，NFT 的应用也有球卡、虚拟土地等。NBA 也推出区块链收藏平台 NBA Top Shot， 和球迷用收藏球星伫生涯中的精彩时刻。平台推出5个月，就吸超过10万买家，总销售金额接近2.5亿美金。艺术品拍卖公司佳士得也赶流行，第一摆拍卖一件之一 NFT 形式存在数位艺术品，由5000张相片打出来作品，目前已经化价300万美金。不过投资人也警告，这么多钱投资 NFT 市场，代表可能出现价销水泡化，若是炒作消退，都可能面临重大损失。公视新闻林孝祖编译。海草大的公投人数，初一暗已经超过31万份，主办单位预估，今仔应该就会使有35万份，达到公投人数的安全门槛。
海草大公道第二阶段连署，签开始并无受到关注。日白连刷假期过后，连署数已经签有313000多份，按算3月初2暗时就通达到35万份。也推动公道的主办单位直接点名经济部处长詹文生，批评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表示，蔡总统并无答应开雷霆证会这站是来讲白菜。我先要来谴责呢，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公开说谎，所以到底问题出在谁身上？完全出在经济部身上。所以我认为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要负最大的政治责任。本土社团代表当日出席记者会，公开支持海草大公道，针对推动活动的环保团体，互人指控讲是甲中国佮中国国民党徛共阵一站。有民间团体认为这是伤害本土价值，呼吁执政党唔通放任支持者攻击环保团体。不要再有公投恐惧症去面对这些我们当初自己去争取而来的公投决议。民进党可以直球去来对决这个公投的议题，不要再飘闪躲。海草大公道今开始并无受到关注，到即马变做政治对峙的重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保护海草大，也会兼顾强电稳定，重视多元的民意。公投是民意的展现，我们非常重视，也尊重，这也是台湾各种民意的多元社会可贵的现象。苏贞昌表示，资料已经请相关部会甲个人报告详细。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核电厂、小土团电厂拢有机组会道道停放，电力有减少就要有补充。强调有必要建置第3台燃气接收站。民间团体这边是坚持至少要举办雷霆证会，才有法度来理清争议。记者综合报道。AZ 新冠疫苗伫国际上传出讲对老大人的效果较歹，所以有一寡国家就要求65岁以上的民众唔通注。也毋过，英国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注 AZ 疫苗比注德国 BNT 辉瑞疫苗，70岁以上的老大人若使去胃着病毒，带院的风险会降低。咱国专家的态度是真保留，因为临床的资料佫无够，无法度评估。咱国透过新冠预防社全球处置机制 COVAX 所买预定 AZ 疫苗，到即马也无接到通知讲当时的到货。英国上新的研究发现，虽然 AZ 预防社临床时间的保护力只敢若70%左右，比德国 BNT 辉瑞疫苗的95%较低。也毋过，这两种伫咧预防70岁以上的士大人动静带去的效果差不多，而且只敢若注一档 AZ 预防社的人。2礼拜到3个月之间，就当发挥76%预防感染的效果。你说它比辉瑞好，这句话其实很难讲，因为你要做到统计上有意义的，它比辉瑞好是非常困难的。国内专家讲 ，AZ 疫苗对65岁以上的士大人是毋是有效，一个伫咧评估，因为临床数据无够。所以有一寡国家，譬如讲加拿大已經宣布建議65歲以上的士大人莫注 AZ 預防針。另外，有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推估，目前全世界大概有10%的人口感染有新冠病毒的抗體。若是要達到群體免疫，只有透過注預防針，恐怕也關5年的時間。到時全世界感染人數恐怕會到7.8億。是歐美會最快，然後再來是可能是亞洲，就是這幾個地區呢會很快把疫苗接種率推到可能接近族群免疫力的程度。可是还是有些地区，像非洲啦，或者像南亚啦，或者像部分的中南美洲，它就是会比较慢。专家强调，各国摕到新冠预防针的时间无同，欧美大部分的国家拢已经开始做。今年下半年有机会让解封，恢复各种经济活动。伫目前国际之间的预防针保护效果拢算袂歹。记者综合报道。海洋公司研发制造永鹰高教机2台原型机，去年成功完成头一届的飞行。第2阶段特别来做作战的评估，早起嘛宣布讲完成阶段性的任务。落地之后我们的速度、我们的编队大家可以看出飞机的成熟度与稳定性。今天的测试我们超前按照空军接受的训练。我们先测试看看，由董事长感受能不能交给我们的客户。先测试的科目都是空军未来要测试的科目，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初步的测试。当然，后续测试要看空军的整个的完整的测试再说。
海洋的董事长表示，早起2台原型机的飞行任务是按照空军的演练科目来进行。那这名高教机的胜利，嘛宣布国机国造有新的阶段。未来若是顺利，年底就会交2台新的飞行机给空军。2026年之前，拢总会交出66台的飞行机。再来看，移民署的警察伫高雄公山一间小食店，查到3个用观光签证来台湾的越南女子，因秘伫一间正秘密的房间内底，也毋过后来嘛是互警察找到。这3个人的签证已经过期，应该要遣返，也毋过移民署是讲，因为疫情的影响，收容中心的人数已经满了，实在是真头痛。今日要高雄公山这间店家专勤人员慢慢来检查房间，所发现伫咧房间上内面有加一间隔间，原来是用来闪避着追查的所在。听到，站好，不要动，站好。伫咧遮尔细的储藏室内底，秘了3个人，经过清查，拢是以观光名义来到台湾。所以伫咧过期了后，无离境的越南女子无愿意走的原因，是因为因认为台湾较安全。过程中瞥见数名越南籍女子神情慌张，快步消失在店内。本队干员发现后，旋即全面搜查。这几名预期的越南女子在查获后表示，因为疫情的原因，觉得待在台湾比较安全，才会预期停留，不想回国。毋过，逾期停留的追查工作，移民署表示，因未停止。随着国外的疫情依然是真严重，有一部分的国家是停飞，还佫有减班，国家甲国家之间的往来是愈来愈困难。嘛，连带使得收容中心的人数是增加，嘛拖慢着遣返的速度。毋过，移民署表示，相关的部门拢咧协调当中，会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在地消息，咱来看高雄市政府第2礼拜连假，甲博爱1路甲中山1路的中埔高架桥拆掉。今仔是桥拆了头一日的上班日，附近路口的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等车红灯的时间嘛变长。高雄市的副市长林钦莹透早嘛到现场视察交通的状况。高雄博爱1路向车头的方向，因为中埔高架桥的拆除工程封路。2号是拆除工程开始了后的第1个上班日，透早就看到有骑机车的人，敢若都无习惯封路，哪行哪丢毒。高雄市副市长林钦莹嘛来到路口勘察车流的状况。沿线要排除所有的违规停车是立即排除，那才能够全线畅通。那第2个，每一个节点里面要开始，尤其是这条线跟这条线，东西向跟南北向的时间的差，要分配有效的机动性的调整。中埔拆除期间，车流会引导到附近的路段。透早时段甲自由路口车流量明显变侪，8点外路口附近佫发生车祸，嘛造成自由1路短时间的塞车。你还是得拆掉、拆除啊，就你还是得忍耐啊。那边待转的人很多啊，待转格都停不下来。会不会觉得有造成困难？还好啊，因为那边拆掉会比较方便。另外一条主要道路中华路段，透早同款车流量真大。特别是甲建国路交叉的路口，有当时车顶车速也是真慢，不过民众拢表示会当接受。特别多，就那个中博在拆呀，所以他们都转从这边过来呀。中埔高架桥17当前因为铁路地下化起来，做替代道路，即马又搁因为高雄车站的改建来拆除。高雄市政府表示，拆除期间会看上下班时间的南下就北车流，随时调整每一个路口的号志秒数，确保交通无受影响。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中华关里林东华社区的民众早起去公所抗议，因不满讲准备要新起的市街场离因徛街无到100公尺，主任秘书嘛回应表示讲市街场并无违法，民众讲有使用废土，甲会造成环境污染，公所会过来了解。伊迄个土拢挖起来，啊，车牌的土入落，啊，再搁扛起来安尼。嘿啊，因伫阮社区的正北边啊，啊你不管是的风拢就是北风较侪啦，就一定拢为阮社区去啊。针对民众种种疑虑，主任秘书是表示，会针对空气污染、跟废土的部分，安排到现场去勘查详细来了解状况。
再来看开5日起的花莲日出方向下大道，伫过年前开放一个完工的第1期工程的路段，互民众来使用。也毋过所传出讲有部分路面的地砖破去，路嘛歹去，工程的品质是真使人烦恼。花莲日出乡下大道第1期工程已经完工，官府伫2月初10先开放部分路段予民众使用，不过也未1个月，中景路到南京街口的路边，电力公司电信局的维修化妆砍挂就破去。电力公司的、自来水公司的，还有中华电信的维修管，它这个石头只有3公分，是很薄，所以说车子压过去呢，很快就破裂了。官府建设处讲，这种看板只敢3公分高，当初就认为请人爱过可能会破，已经通知厂商改用其他的材料，也要注意防骨。这个部分当初我们大概就有担心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现在工程还没有完工，都还在这个工程进行当中，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检讨。若是这种化妆看板破，连路中高10公分的花岗石也有壁损。附近的民众希望赶紧完工，让大家当做生意。县政府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来监督？不监督的话，到来再找麻烦。全部通了以后有瑕疵，再来改，不行吗？那一定要现在搞。那这样我们几年了？我们不用吃饭了。花莲日出乡下大道是前县长傅昆萁开5日的重要事情。当初讲要起一条10年未歹的路，怎么才开放无到1个月就歹？而且有一寡路段路面粗甲真严重，民众真好奇讲到时要哪通过验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未当出国，过来风景区人拢真多，来看大东关南行的日常温泉，游客要来遮，就要爬山爬1点钟。山顶只有2窟无介大的温泉，也毋过对这月开始到呾有上万人来过。烦恼天然的环境未堪这遮尔侪人来，即马嘛要考虑讲要针对人数来做管制。这是人讲全台湾上水的野溪温泉，南平日常温泉。不过，2个3坪左右的天然温泉池，都真40外个人，还佫有游客伫对面咧等。人是客甲吵的情形之下，有游客质疑讲，这根本就失去浸野溪温泉的趣味。所以从1个小时就变成快2个小时的路程。那下到下面哇，才发现人怎么那么多？那可以泡温泉的地方空间又不是很大。日常温泉伫海拔1500外公尺的南平山区溪坎，落一抓爱行500公尺，落架角度要70度。高一抓都要1点钟，算是真少人知影的秘密温泉。去浸温泉的人无多，不过今年到呾短2个月，官府统计已经有约1万人次来遮浸温泉，可能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国民旅游较会转向较少人行大的所在来佚佗。因为日常温泉伫海端乡关住民的地区，官府已经甲海端乡公所要定出管理的规范，订定一个管理机制，并聘专人来管理。希望透过部落的共识之后呢，有一个部落的协会未来来做这个区域的一个经营管理的一个工作。去日常温泉按规定爱申请入山的登记，目前嘛有旅行社推出旅游的行程。官府讲，未来会甲海端乡公所定主题条例，做总量的管制，而且会收管理的费用，维护遮的自然生态，甲保障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大珠渔港的外海，曾发生塑胶牌仔并存的意外，涉网的船头家甲钓鱼的人客拢摔落去海里，海巡署干那救到一个人，涉网的船头家不幸过往。直升机发现跋海的民众，但信号弹电轨。云林的大珠渔港外海1.4海里的所在，初一早起9点外，一只塑胶牌仔并存，船顶的姓王的船长甲男性的钓客跋海。该艘礁筏今日于台祖村外海作业时，因不明原因翻覆，造成2名人员落海，其中1人由附近渔船发现获救，并立即通报海巡单位。附近的渔船发现这位男性的钓客给救起来，海巡署出动无人机、舰艇、空军总队派1台空军机继续找人。不过姓王的船长被救起来时阵无生命现象，现场做 CPR 急救，依然救袂大。于1、2时许，由空侦机寻获落海人员，由救难人员协助救起，并实施初步急救。经口湖消防分队研判该员已无生命迹象，全案后续由金湖派出所报请检察官办理相验事宜。并存的原因也搁来调查。
海巡署呼吁民众，伫咧做海上的各类活动时阵，应该注意迄当阵的天气，也有海洋的情形，并且一定要穿救生衫。海巡的安检所有免费的救生衫提供予人借，来保障家己的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本农组的6人往公路601案，申请宪法解说，3月7号要辩论。真侪原住民团体早起到司法院陈情，因讲现在法律无重视原住民族的基本权利，因望讲大法官解说宪法，会使予各界来尊重，嘛保障原住民族的传统。花口河也表示，不能做6人往公路601案实现3月7号要开言词辩论。真侪原住民相关团体早起到司法院头前开记者会，各交出法定自由意见书，关系原住民拍来传统文化，希望大法官应做出相关法律违宪的解说。国家不应该以单一的文化霸权以及价值观限制甚至剥夺原住民族的狩猎权利，整个世代的原住民族就因此背负许多的污名。大法官们可以站在守护宪法的位置，可以从保障人权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跟我们猎人们以及跟这些律师们好好的对话，去好好的去倾听。往公路时8年前，因为妈妈年岁真大，想要食山珍野味，提拉青射杀野生保育类动物，被判刑定验。这条非常上诉了后，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审判，一直到大法官实现了后，才搁审理。相关团体也强调，现行法律限制搁压迫原住民族基本权利，希望透过对话，互各界尊重原住民族传统的风俗。有关于原住民朋友提到说，他们有提出所谓的宪法之友的意见书，也希望司法院能够公开。针对这一点，司法院表示会尊重他们的要求，会予以公开，没有问题。另外，针对相关团体要求应公开各方提交的法定自由意见书，司法院也真尊重。另外，原住民使用枪来拍蜡，在法律甲传统文化之间维持和平行。大法官做出的释宪解说，也正做外界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路底有一栋闽南式四合院的建筑，过去其维权的时期哦，这栋厝捌互军方用来关政治犯20档，嘛是白色恐怖历史的一部分。最近针对这栋厝敢要正做指定古迹，市价中心内底各有无同款的意见。充满古味的红砖老厝，伫桃园路底区一个顶楼内底，闽式四合院爱五路是战后第一任桃园县长徐宗德的祖厝。伫维权统治时期，捌被军方定向关押政治犯，是政治犯口中的天牢。那关那个思想犯的，思想犯，都有人说有去那边有看到关那个犯人在里面了。路顶爱五路正门外口的顶楼，也个能清楚看到光效。根据了解，1949年到1969年之间，四合院头前前半部被保庇局改造秘密架构，用来关押政治犯20年。这是台湾只剩上完整的白色恐怖的空间地景。我都知关犯人较早是查了足济嘛，唔知啊，阮籍啊做县长嘛，较早这种头前一回拢可以关犯人。文化局表示，对是毋是指定古迹，市界内部意见无同，有7成土地宗亲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目前也还佫有土地分割者的民事诉讼的证据。等待调查了后，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的程序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伫今仔明仔载2天邀请交通、电子、通讯等相关的工会，佮有上总、工总等单位来讨论劳动检查的制度。有一寡工会团体嘛伫会前开记者会，因批评劳动部去年限制工会劳检陪同权，根本是打压劳权，应该爱甲这个命令收回去。落实推荐，落实推荐。工会代表伫这案事举牌啊画口号，呼吁相关单位爱落实陪检制度，因为根据劳检法的规范，劳检的时阵爱通知工会派人陪同。不过去年底函释却指出，工会敢若会当派受检单位的劳工陪同，袂当找外聘的顾问，引起工会不满。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劳检，其中有工会陪检的比率都不到20%，限制一定要是
的压力，更不用说有很多工会、很多公司，他会提供假的资料给劳检员。台北市政府他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企业工会陪同，但是有没有查到违法资料？没有。工会代表指出，运输业有不少单位无法度随时离开工会现场。以代替来讲，去年劳检欠发加班费，第一时间无找产业工会陪同，都查无违法的情形。不过代替欠薪水早就不是秘密，现在航空业甲医师相关的行业的劳检嘛出现疑虑。今天这件事的噪音，就是我们公司的长荣航空关系企业工会。当劳工靠山为立场的前提之下，他怎么会去要求、去限缩所谓的陪检权利呢？483间医院里面，只有11间、12间的企业工会陪同检查的人，只能是医院的员工、医师、护理师，他们怎么会有时间放下手边的病人去陪同劳检呢？劳检员对特定行业的排班，或者是专业领域的争议，无一定逐项拢真了解。工会认为讲，若是无开放产职业工会陪同协助，可能互劳检变作是形式尔。治安署小连续2天，招劳团、工业总会、甲商业总会等等的雇主团体，针对交通、电子通信，还有医疗相关的领域，做劳检制度的研议。后手会甲意见收集了后，会加做政策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准公共幼儿园的政策推出已经3档，因为教育部规定讲，私立幼儿园的教保员薪水至少要32000块起跳。也毋过，全教总却发现讲，幼儿园要甲临时成本增加的部分转予家长来负担。今年8月份开始，准公共幼儿园的学费会起1000块，而且教育部嘛已经同意。全教总是批评，这根本是假的公共化的政策。提供幼儿家长较俗的教保服务选择，政府推动准公共幼儿园政策，109学年全国4094间私立幼儿园有1262间加入。全教总所发现，教育部同意今年8月了后，准公幼的收费标准拢总提悬1000块，原因就是准公共政策第3年，教保员的薪水一定要求到上少32000块。32000的整个薪资调整。以私幼来讲，它的压力就来了，它的成本的压力就来了，所以他才会想要去透过各种方式去让政府这边调高它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嘛。那政府竟然带头去做了这件事情。全教总指出，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的条件就是有关薪水，煞用这个理由来起无合理，而且今年8月育儿的补助阁增加。家长是减纳1000块，嘛就是讲准公共业者平均会当为一个囡仔无条件接受2000块的补助，安尼钱是黑白开，嘛影响公立幼儿园的增加。将来会变成幼儿园业者开，钱给政府给，那家长还是等不到那个好念的公幼。批评教育部予业者提钱，政府嘛真有面子。煞是老百姓来出钱，全教总这是假公共化，应该停止来起公共学费。而到即马为止，教育部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母语团体为着要推广母语，实在是真用心。因专工带大人囡仔去农场来熟悉动物，希望互因对生活中会使自然来使用语言。这个是红面番啦，这个。这个是大哥大，台湾的土鸡吼，土火鸡吼。农场的头家用台语小解农场的这阵小主人，嘛，互囡仔兄囡仔仔试摸鹅的腹肚。这叫羽笼嘿，这羽笼就是甲空气放伫内底，外口风水，内底就有门。鸡、鹅拢看煞了后，小朋友是摕红菜头去找农场的主人 Footprint 和贝拉这2只马啊。囡仔嘛对教练学上马甲落马的撇步，过来就准备出发骑马咯。骑马敢不敢啊？就欢喜。安怎上马你会记无？爱生你诶，应该讲毋是讲台语足重要的，是爱讲母语是足重要的，因为母语是生活当中你都会用到的语言安尼。阿璇妈妈讲，因为认同台语生活化的理念，已经带阿璇参加母语团体3-4年啊。主办这项活动的母语团体也坦白讲，像阿璇安尼对母语有知觉的家庭，虽望豆豆啊增加，不过母语团要永续经营，也
有一段路爱行。阮这2档甲正式立案变做协会，固定讲实在就是经济方面爱稳定，像大家拢咧望讲有幼稚园嘛，有学校嘛，就是咱爱甲规个制度化起来。人讲花开唔知芳，结子才惊人。论坛执行长讲，因对5、6年前成立这个母鸡团体到大，办超过160场活动。不过未来要办活动的开销，又不时爱向政府部门来请补助。因也寄望母鸡路会当有更较侪人关心甲帮赞，才通互母鸡结子开花，水搁久长。记者阿明金郑佩文台北报道。来看南投国姓乡的民众有成立一个社团，来出钱出力出版一本国姓古桥的册，讲在地历史，要互愈较侪人来了解在地故事。走读国姓社是由国姓乡在地热心民众组成，这摆透过乡内古桥的调查记录，要来传承历史文化。伫水沙连社区大学的辅导之下，社员同齐出钱出力，完成国姓古桥这本册出版工作。我们不但要写文章，而且每一个人还要赞助2000块。那不足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对外来募款。那这一次社区大姐也非常大力帮忙，给我们2万块。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才能够顺利的用彩色印刷的方式出版。国姓乡有真侪美丽景点甲历史文化，一座古桥的兴建背后定着一段故事。社长林秀凤就提供一张50当前的老相片来分享。因为嫁到这个国姓乡南港村来，我那些同学他们说没有看过吊桥，都市人来到乡下总是觉得很高兴嘛又很新奇，那就带他们到吊桥上面走一走，就顺便拍照留念。这个走找古桥的活动是在地人做伙参加，学员搁伫过程中找到乡里的第2座竹米桥，也就安尼找到对乡土的认同感。咱这个地方的这个古桥足侪拢去互袂记哩所以讲咱即届有这个活动把这个古桥给整理出来，互大家搁知影讲咱较早的迄个过去。这摆总共找到乡里100座古桥，因甲其中22座写入去新册内，望透过一本古桥的故事，搁有社员的导览，传承在地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目前沿路拢是粉红色的樱花，有影是开甲规山白，咱嘛做伙来欣赏。来到草坪头行大，亲像走入去100度内底，远远看过去有北中樱、吞汉樱，吸引足侪游客伫遮顿卡翕相。因为园区内底樱花种类足多，开花的时间无啥共，有计花期会当到3月中旬。我们现在正盛开的是我们的8重樱还有春汉樱，那个富士樱会慢些开，对，我们预计花期可能会到3月14日，可以奉劝大家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是很漂亮请勿进入践踏，这样子对，这样子让每个游客来可以欣赏更漂亮的那个风景。游客表示，今年公所采取停车场分流方法，让开车游客唔免开足侪时间来找停车场，实在是足大心。就是不用找停车位，其实我觉得公所这个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他会告诉你进来的游客、入园的游客，除了收门票、收清洁费之外，他会告诉你可以停在哪一个停车场，而且它一定有位置。因为园区内底唔但有北中樱、吞汉樱、吉野樱，阁有较晚开花的富士樱。欢迎游客把握花期来欣赏独一无二的樱花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古早人无钱通买佚佗物仔，拢会家己动手做。这家佚佗物仔的功夫嘛，特别习团哦。那么做伙来怀念者。把叶子的把枪来扛起来，把手枪拔枪，开枪手枪。竹蝉、叶花果吹、竹青，你捌算过几种？一寡充满古早味的佚佗物仔，现代囡仔可能含看就无看过。民国40、50年代，无亲像即马有遐尼侪佚佗物，而且经济嘛无遐好，所以囡仔都要家己想办法变物件来耍。是当时用甘蔗叶啦，老叶这是椰子叶，安尼 OK。炸门它吹了会叫，这个锅吹，这个可以做的种类都从小蚂蚁开始做起了，希望以后能够发展更多元。
做囡仔面的高人杨英宗，做一寡传统的佚佗面啊，拢是用生活当中无爱滴的物件做的，保留原始的意义。望透过这寡古早味的佚佗面啊，会当互现代囡仔体会到因的阿爸阿母做囡仔时阵的趣味，大人看到嘛会感觉真怀念。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北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